呢啲綠油油嘅顏色，你哋諗起乜嘢？係唔係好靚，好似啲花草樹木充滿着生機？起初上帝造世界嘅時候就係如此美麗，佢做咗人類亞當同埋夏娃，但佢哋選擇享有上帝嘅智慧，食咗上帝話唔准食嘅果子，於是呢個唔聽話嘅開始就係墜入咗世界，最終人嘅罪惡滿盈，上帝要毀滅呢個世界，但係佢用方舟一隻好大嘅船去拯救咗挪亞一家8個嘅好人，跟住世代繁衍，人類嘅罪行仍然充滿整個地球，但係上帝亦都唔會再咁樣毀滅人類，直到佢見到亞伯拉罕對佢好有信心，佢祝福佢嘅後裔就成為今日嘅以色列國。你見到有好多奇蹟嘅事發生喺呢個以色列國，亡國2000幾年都可以復國。呢個黑色又係代表乜嘢？佢代表死亡同埋絕望，同上帝分開。問下自己有冇貪心、傲慢、憤怒，呢啲都係罪嘅幼苗啊！漸漸地，佢就會演變成為一啲好具體嘅行為，好似暴飲暴食啦、色情啦，甚至殺人啦，呢啲咁可怕嘅行為。紅色咁鮮豔，你諗起乜嘢？係血，邊個嘅血？喺主耶穌嘅血，佢係神成為人，揀咗一個有十字架酷刑嘅年代，去為我哋釘死在十字架刑具上，高高掛着，讓我哋每個人都望到神如何成為人，用佢嘅血去贖我哋每一個人所犯嘅罪。當我哋每一個相信佢嘅人，靠住佢嘅血就能夠將我哋嘅罪洗淨，喺神面前變回一個潔白嘅人。所以白色就係代表我哋一個信咗上帝嘅生命由黑變白，聖靈喺我哋裏邊改變我哋。所以我哋要順服上帝嘅帶領，結出生命嘅果子，就係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和節制。最後係金色咁靚嘅？係啊，金色就係一個燦爛美好嘅結局，就係主耶穌佢從死復活，跟住升天，佢答應我哋會再降臨，而我哋信咗主耶穌得救嘅人死後亦都可以與主同在。但係仍在世界嘅時候，主又派聖靈幫助我哋做好嘅行為去見證佢，並且有能力行善，同埋可以做好多義行。我哋基督徒嘅人生都係會有苦難，但上帝會幫助我們度過，經過試驗之後更加忍耐及對未來滿有盼望。